咱来想到祈祷。是不是阮这时阵伫咧面前要三甲对阮知识圣经的三甲放空里面的，阮的中间对阮讲的，从背后我的嘴，阮对你领受天命的道耶稣的名。今仔日我的工作我毋知影今仔日啥人思维啦吼。我本来今仔日的工作，约翰第4章规章拢爱用，拢总42章啦。我想讲毋好，过去后摆无人敢思维哦，所以我干那经3、4章安尼。所以恁就知影我有哪真有听心的人啦吼。安尼，我今仔日我讲的题目叫做迄圣经中上长的，本来我是要写送哦，上长，要做长考，上长的对话。伫四福音段的内底哦，耶稣真少甲个人坐落来讲话，敢若2位尔。这个是上长，是对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是井边迄个撒玛利亚人。搁一个是第3章，约翰第3章，尼哥底母，耶稣甲尼哥底母嘛坐来对。圣经内底耶稣甲个人对话，敢若这2个尔。啊，这个上长，规章拢是吼。咱普通若想到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吼，我相信恁头壳底一定讲，即个5个丈夫对无？吼，5个丈夫，伊就敢若这项出名啦，定。啊，这吼，阮老爸捌讲一摆互我听吼，这伊讲我听，伊讲南部有一个长老吼，因囝要娶某，啊，本来拢讲好安尼，到尾啊吼，反对迄个亲事啦。啊，因长老啊反对亲事，啊，逐个毋知要安怎，讲伊的牧师去找迄个长老，讲啊你是安怎？你都好好啊，你即摆来讲反对啦？伊讲牧师你毋知，我吼。娶新妇吼，我替伊祈祷，我祈祷了吼，我圣经掀开吼，拄落吼，讲你有5个丈夫啦。伊讲吼，就是因为安尼吼，伊讲即个新妇吼，后摆有5个丈夫，这袂使，会讲安尼甲人反对呢？这是真荒唐的代志。毋过，阮爸讲有即个代志啦，伊真出名，5个丈夫。总是吼，我伫讲伊即仔咱要讲即个对话吼，伊甲耶稣对话中间所磕着的问题吼，咱今仔日伫即个全世界，抑搁伫遐咧个甜，舞袂清楚，你知影？我一个一个甲咱三角看吼。要讲以前，我小先讲一个背景吼，因为迄个圣经内底有写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无往来。那因这是主前720年的代志，720年亚述帝国来拍倒以色列，了后将犹太人的一部分掠去巴比伦做奴才，啊，一个去70年。当然有一寡人互掠去巴比伦，有一寡人留伫遐。迄留伫遐迄人吼，有甲当地的外邦的人啊通婚生囡仔。所以因出来吼，因70年后，这人转来了吼，留咧遐人因为皮有去染着啊，遐所谓纯粹的犹太人吼，看这留落来，这人看无起，啊因你看人无起，人嘛看你无起，所以两个拢无往来。啊，耶稣即摆吼是对南部要爬去北部，要转去伊住的所在。有2条路啦，一条对迄个约旦河的东边爬去，到过迄个才越过去加利利亚所住的所在。即条较远啦，毋过犹太人拢行即条。搁一条较近吼，爱经过撒玛利亚，犹太人拢毋行。约翰伫第4节讲吼，耶稣着经过撒玛利亚，英文的圣经是写 He has to， 必须经过遐。
到底是伊行迄条较短的路、较近的路，一定爱对撒玛利亚过，是即个代志。啊，是耶稣有挑过伊要对遐过，这有真侪圣经学者咧讨论啦。我讲到尾啊，恁才家己想看，是耶稣是毋是挑工做的啊？那我咧讲，伊拢去读着咱世界今仔日面对的问题，伫即个对话中间吼，头一个吼，我要看吼，是对第7节甲第9节，我有吼，伊讲吼，有一个耶稣行去到迄个撒玛利亚人或者苏家城，啊，伊真水大，啊，伊的学生去买物件，所以耶稣家己一个坐伫遐。啊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抢水，耶稣对伊讲：“请一水仔水，互我啉。”撒玛利亚人妇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即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迄个上尾迄句就是我拄仔讲的。耶稣喙焦，甲迄个查某人讨讲滴水互我啉。迄个查某人吼，你听伊的口气，真正是真无礼貌呢吼。伊当然毋知影耶稣是啥人，伊干那知影讲你是犹太人，啊，你对我撒玛利亚人讨水，咱是无讲话呢。你是犹太人，我撒玛利亚人。列位，伫遮我拄仔讲，世界为着即个问题嘛，伫遐咧愈袂清楚人种的问题，敢是？你是犹太人，我撒玛利亚人，咱无往来。特别咱若讲到人种的问题，咱拢会想到美国的乌白的问题。为着这个问题，咱去年一年看花插插、连警察、杀乌人，怎么拢这代志？啊，咱台湾人久久嘛会举出来外省人、本省人伫遐咧讲甲袂好势。你对这个人种的问题哦。我今仔日毋是要甲咱讲，咱要安怎解决？我无法度个。耶稣甲即个妇人人磕着遮个代志，耶稣嘛无解答呢。伊无讲，咱着爱安尼解决。毋过我感觉耶稣伫即个所在吼，留一个真好的模范互咱看。即个查某人对伊讲话是足无礼数的。你是犹太人，我撒玛利亚人，真无礼貌。伫遐分真清楚，若准你甲我伫遐时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你嘛一定会接受去啊！拜托诶，你嘛莫安尼，敢是安尼？总是吼，耶稣知影有即个问题，毋过伊接受即个矛盾诶关系，伊对即个撒玛利亚诶妇人人，我敢讲伊疼伊，伊捌伊毋捌伊，咱毋知。毋过，伊甲即个撒玛利亚无因为讲即个撒玛利亚迄个妇人人，甲应即个话，应迄个口气，伊就讲无卖啊！我水莫啉安尼，上计是安，人咱会安尼。耶稣吼，甲伊要搁继续对话，耶稣开始甲伊讲水的代志。伊甲伊讲，你若了解上帝互人的恩赐，搁有对你讲。请一水仔水，互我啉。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你早就会互伊，会甲伊求，伊早就将活水互你。耶稣用水活水，伊找耶稣伫遮对人种的分辨遐，伊找一个 connecting point， 迄接触的所在，讲水。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若知影我是啥物人，我会当互你活水。”啊，即个妇人人甲耶稣讲：“先生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阁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”即个原来是咱今仔日世界拄着的问题，你敢知？先生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阁深，你要安怎摕到水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我有啦。你爱听我的话啦，敢是呢？
认为今仔日的世界即个问题足济，敢毋是资源的分配的问题？咱今仔日拄着即个 COVID-19， 我要去转去台湾，迄是前年的11月以前吼，迄个时阵 vaccine 拄啊得要出来，遮个好个国家拢直直话讲要买，讲要买。我迄个时阵读着一篇文章吼，伫迄 internet 读着，是一个哈佛的教授写的。伊迄个时阵就讲啊，伊讲吼，遮个好个国家直直买疫苗，总是遐善车的国家的人若无注疫苗，即个病毒永远袂离开咱。大家迄阵有咧讲做要集体免疫即款的，伊讲集体免疫是着大家有真侪大半的人拍疫苗才有法度。伊讲迄个 percentage 若无的时，咱疫苗还阁伫遮。迄阵伊就安尼讲啊，我印象足深诶。我伫台湾讲道的时用即个用几啊摆。无几日前，我伫internet 看到陈建仁副总统，伊这访问的时，伊嘛是讲即项代志。伊讲即摆好个国家拢拍第三剂啊，迄善正国家连一剂都还毋捌看呢。遮个人若无照顾的时，咱的病毒永远伫遮。陈副总统讲，照即摆看，这 Omicron 即项物件，的威力较无遐大。总是，若是即个病毒还阁伫即个世界，迄变种有可能会阁出来。伊就讲5万袂，总是无人知。当时变种会阁出来，咱毋知。因为我有，你无。我注第三剂，你连一剂都还袂注，认为真大的问题，敢毋是？因我无法度解决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我嘛袂讲为着安尼，我就无去拍疫苗，我袂安尼。毋过，认为这是真现实的问题，敢毋是？我定定咧想讲，是毋是遮好个国家拢无这关心遐善车的国家？上帝用即就是我想的哦，你毋好讲我真正就是安尼。上帝是毋是用即个病毒要提醒咱讲，恁爱互相关心啦？我有你无，你着听我讲。这甲人的贪心、私欲，拢有关系，敢毋是？但过去耶稣。佮对迄个妇人人讲水的代志，耶稣应讲，啉即个水的人，井水的人拢会过喙焦。不过啉我所要互伊的水下，袂过喙焦，因为我要互伊的水，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沁出来，沁出活水，互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妇人人甲耶稣讲：“先生，请互我即个水，我才袂过喙焦，嘛免过来遮抢水。”耶稣得甲伊讲活水的代志，显然即个妇人人伊所了解的是即个水若定。你甲看，这咱。中国话有一句话讲“鸡同鸭讲”吼，耶稣伫迄个时阵，伊知影我甲你讲的代志，你听无啦。耶稣无讲像阮即个做牧师的吼，你若听无吼，我一定要讲啊，互你听有吼，啊，着搁拄仔语甲袂好势。耶稣真有智慧呢，伊知影讲这搁讲落去无啥路用。真趣味哦！即个对话吼，伊感觉迄无需要搁讲的是耶稣换话题，换什么话题？伊甲迄个妇人人讲，你去叫你的丈夫啊，带伊来遮，即个上出名的代志啊！吼，妇人人讲我无丈夫，耶稣甲伊讲，你讲我无丈夫有影？你捌有5个丈夫？现在即个毋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事实。
就是我拄有讲，逐个若讲到撒玛利亚妇人，人咱想要5个重复。啊，咱逐个，我捌听真济牧师讲道吼，伊若用即站的是，就是拢伫讲家庭的问题，啊，就讲离婚是毋好，安怎安尼毋通亲像安尼。因为我吼，我今仔日要替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一寡好话。我得先讲迄个社会背景，迄个社会背景。摩西的律法吼，有规定关于离婚的代志，啊嘛有规定官夫国家的规定。伫耶稣迄个时代吼，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伊无法度通讲伊要甲啥人结婚，伊的老爸替伊替，因老爸叫伊嫁啥人，伊就乖乖嫁啥人。啊，嫁了咧，伊当然爱甲伊丈夫做伙住。迄个丈夫吼，会当完全无理由，看到袂顺眼，就会使甲伊离婚。摩西伫申命记第24章第1节到第4节有迄个规定，查甫人有绝对的权利。有一个圣经学者写，犹太人的圣经学者写讲吼。迄个时阵的迄落查某人伫家庭的内底吼，伊讲吼，你就是吼早起时啊，迄烘芳迄 toast 甲烘了伤乌吼，因翁若袂爽，就会使甲你离婚啊呢，是迄落程度啦。所以做查某囡仔的时，老爸决定你的婚姻，结婚了，翁话离婚，你一点仔办法都无，夫妻人完全无权利啦。伫迄款的内底吼，即个查某人吼，咱最近有讲说，迄落讲说被消失啊是啥？即个查某人，我相信是被离婚，你知影？因翁若无爱，就叫伊离婚。伊有可能离婚过，毋过即个离婚有可能毋是伊的毋对。过来，还佫有一个规定是。一个夫妻人伫婚姻内咧，伊的丈夫过身了，伊袂使出国嫁别人，伊的丈夫的兄弟都爱娶即个阿嫂还是阿婶，就过来做某。所以吼，你若甲看伫迄个社会安尼的时候，一个查某人会讲出去外口吼，啊去抢人的丈夫吼，即个代志无啥可能会发生。佫一项。你会记伫约翰第8章，有一个行奸淫的妇人，人拖来耶稣面头前，因甲耶稣讲，照摩西的律法，都要用石头钉死。迄个时代做小三是用性命来赔的呢，会互用石头钉死的呢。我要讲这是吼，咱普通拢听着5个丈夫，咱就是拢想讲，即个查某人安尼乌白去共抢人的丈夫安尼。啊，这是一个歹查某人。就是等我知影即个迄个社会背景的时，我感觉即个查某人毋是歹查某人呢，是歹命的查某人来定呢。耶稣哪像早会款？耶稣甲伊对话中间，你看会出来，伊对即个查某人无放弃。虽讲伊讲话遐尼歹，耶稣温润啊甲伊讲。找机会，互伊无离开，伫遐甲伊讲。当耶稣叫伊带伊的丈夫来，佫甲伊讲伊5个丈夫，你会当想象即个妇人一定惊一个，伊哪会拢知？伊哪会拢知？啊，即摆换即个妇人人印袂出来吼。即个妇人人换话题，换什么话题呢？换对敬拜的物件去，换对敬拜的物件去。即个妇人人因为耶稣将伊的代志拢讲出来，所以伊讲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。啊，过去伊讲敬拜的代志，是安怎会讲敬拜的代志，我毋知。
伊讲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。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问耶稣讲：我，伊换话题啦，因为中午这样代志，伊就无法度讲啊。伊换话题，甲耶稣讨论信仰的代志。伊甲耶稣讲：阮伫即个山顶敬拜，啊，恁犹太人讲一定都爱去耶路撒冷，啊，阮伫遮敬拜上帝，啊，上帝是有伫遮啊无？耶稣安怎甲讲呢？耶稣过落去，有人就信我，时得要到，迄时恁无伫即个山顶，嘛无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耶稣伫遮真通过即个对话，教咱大家，甲迄个负责人讲，伊话教咱大家，礼拜是啥物物件？上帝是逐位拢伫个。毋免一定就伫迄个山顶，嘛毋免一定就伫耶路撒冷。上帝是超越空间的上帝，过去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真正拜拜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。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因为耶稣即段话吼，是阮读神学院的时读一项叫做礼拜学，拢对遮开始。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上帝，拜上帝毋免讲一定就伫倒位。啊，佫一项礼拜的方式。有人讲长老教会礼拜真热，有人讲遐小群的礼拜真热。礼拜方式无要紧，要紧的用旧的圣经，我细汉的时拢念旧的圣经的范例哦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。恁拢捌念着即句对无？迄是礼拜学上基本的神学伫即个所在。因为耶稣甲一个普通的查某人，竟然讲出即款话呢？这是真无平常的代志呢。宗教的问题，伫咱今仔日的世界，嘛是真大问题，敢毋是？为着信仰，你甲看中东，逐位安尼拍来拍去，拢总甲宗教有关系呢，拢总甲人的信仰有关系。耶稣甲咱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用神用真实。话讲到遮吼，话讲到遮，有人甲耶稣讲，我知迄位称作基督的弥赛亚特别来，伊来的是为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即个负责人看起来，敢若毋是真受惯教育的人，伊的婚姻真无好势，总是伊有信仰，伊知影上帝应允的弥赛亚就要来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，就是耶稣对即个负责人表现伊实在的身份。你去读福音段的内底，耶稣正式承认讲伊是弥赛亚，干那两摆，一摆伫遮，搁一摆是吼伫马可第14章第62节，耶稣互人掠去，啊伫遐互人审问，伊对头到尾拢无应，一直到马可14章是62节。有人问伊讲：“你是通俄罗耶的囝基督，啊毋是？”这话足长的。你是通俄罗耶的囝，都是上帝的意思啦。你是通俄罗耶的囝基督弥赛亚，基督啊毋是？英语的圣经有一本圣经规气翻做 ：“Are you the Messiah？” 你是弥赛亚啊毋是？耶稣讲是。耶稣讲是，
恁要看人子出伫有关，坐伫有关联的大屏。耶稣伫四福音当中，敢若即2摆直接承认讲伊是弥赛亚。伊甲即个妇人人讲，但即个妇人人甲耶稣才会对话了。即个时阵，圣经讲吼，伊的学生去买物件，拄啊转来，看耶稣伫遐甲即个妇人人讲话吼。我应该囥伫顶头，我无囥起哩。我即摆读互恁听吼。对27节开始，拄即个时，耶稣的门徒转来，因看到耶稣甲妇人人伫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无人问妇人人，你要创啥物？也是问耶稣，你哪伫甲妇人人讲话？因拢无问啦。妇人人就将水盘放下地，转去城内对人讲：来去看，即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拢甲我讲，伊敢是基督吼？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稣。如即个妇人人甲耶稣讲话讲到遮吼，人伫要食饭啊，伊水盘放咧走转去，报伊的乡亲出来看，即个人真无平常的人，伊将我的过去拢甲我讲，伊拢完全了解我，伊可能是弥赛亚呢，伊讲伊是弥赛亚，伊可能是弥赛亚。耶稣毋捌人甲人讲伊是弥赛亚，干那甲即个查某人讲。遐个人出来见耶稣，咱今仔日读的圣经，因邀请耶稣甲因住，耶稣伫遐住2日。你想即2日的中间，耶稣伫遐敢若一咧看风景是无？我想毋是啦。因大家要知影你是啥物人，即2日的时间，因会当了知影耶稣。啊，因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因甲即个妇人人讲：你甲阮讲即个人，介绍即个人互阮，阮信即个人，毋是你讲的，是因为阮真正甲伊接触。伫即2日的中间，阮真正知影伊是世间的救主。因为即个故事吼，到遮吼，圣经咱毋捌阁听到即个查某人的代志，拢总无。真感谢即摆 internet 足发达的，感谢吼，我退休了吼，足有时间安尼拢学白看。我甲你讲，圣经毋捌阁讲即个查某人。总是你用头壳想，即个查某人，伊甲耶稣有即款的对话，伊将耶稣介绍互伊乡村的人，遮乡村的人哦拢信伊。你想伊过落去会点点就袂啦？咱无地去做，总是吼伫东正教 （Greek Orthodox） 吼有一个传说，即你若去看 internet， 你就看会到啦。我较定再甲恁讲要安怎去看吼。迄个传说是讲哦，即个查某人吼，咱会当想象耶稣的受定，耶稣定是毋是耶稣告我想伊拢有听人讲，即个经验了后，伊无可能拢无听的。伊信耶稣了，伊尾也甲伊3个囝去一个所在叫 Carthage。切泰基啦，切泰基是即卖的利比亚的东北边中亚地中海遐一个城市，迄个所在，伊去迄个所在传教。迄个时阵，罗马的皇帝尼罗王伫困逼基督徒，伊甲伊的囝传道理变做因的。互皇帝真气啦，所以将伊对迄是非洲的上东北边啊，甲掠去罗马，
甲关伫监狱内底。照传说讲吼，伊伫监狱内底甲保罗共款，往哪底遐传道理？传说讲吼，尼罗王的查某囝暗时啊去探伊，伊甲伊传道理。尼罗王的查某囝公主变做基督徒，福音后尾足去的，将即个查某甲斩头，啊讲将伊ฮ็伫一个大井内底。这是传说，这是传说。总是我伫想，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伫 Greek Orthodox 的教会内底，伊互人号做 Saint。我创毋对哦，写是 Fatina，Fatina，毋是 Fatima，Fatina 哦 ，N.A。伊封甲伊尊为说 Saint Fatina， 啊，因有甲伊号一个名，苏联的名是安怎我毋知，搁 Svetlana 即个名吼，伫苏联的查某囡仔内底足侪。上出名的就是用 Stalin 的查某囝是即个名，所以这毋是伫圣经的内底。毋过我感觉真有意思，我相信即个查某人甲耶稣即款的对话了，无可能从来拢无去做工，无信耶稣，无传道理。照 Greek Orthodox 的传说是安尼，我想有影无影袂要紧，毋过我相信上帝知。咱伫结论的时候，我要问恁一项代志哦，恁即个对话哦，耶稣甲伊讨水啉哦，伊敢有水互耶稣啉嘛？敢若无呢吼，敢若无呢？耶稣本来真喙焦，总是甲伊开始讲话，煞袂记咧喙焦。伊的学生买物件转来了，讲来食饭哦。伊甲因讲，恁会记得？而且耶稣甲因讲，我食饱。啊，因的学生讲，啊是啥互你食？耶稣讲一句足出名的话，伊讲行找我的旨意的。就是我的饭，我实在是爱看。耶稣讲，伊讲吼，耶稣第34节，耶稣甲因讲，我的食面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搁完成伊的工作。耶稣吼，为着要甲即个妇人人，伊是毋是知影即个伊甲即个妇人人？即个妇人的改变对伊的福音的广阔会遐尼大的影响，我毋知。总是耶稣用时间甲即个妇人人讲话，真长有影啦。总是认为我拄仔甲咱分享的，真奇妙，敢毋是？毋茫咱，我会讲毋茫咱，连我家己嘛做袂到啦。我毋敢讲我的食面是实行上帝派叫我做的动作，我毋敢安尼啦。总是我捌讲过，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追求，咱拢有成长、成熟的空间啦。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耶稣甲即个妇人人的对话，阮学习真济。阮的世界面临真济困难，总是阮感谢你，你有教示阮，着听你，着听阮的厝边，亲像阮家己。主你的教示，伫逐时代拢会当用。你是奇妙的上帝，你所启示的真理。无时间性，无空间的限制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，互阮活伫即个时代，永远的做光做盐，学习头前信仰前辈的脚步，
要学习阮的主，将阮的一生的目标放伫行你的旨意，以道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